你也講80-90歲咧呢？係啦，以前所以吼，以前後生，萬事莫難事啦。你下到你下就困難啦。3兩斤嘅款唔係啦，小冇啲啦。我頭家副瓜啱燒掉上嘅，就係酸軟冇啲啦。我20年，我5、6歲做機房30幾年做大機房，我是10多年啦。我ยัง有了解到講人生嘅生法，我根本就講要按3萬，從前我上台，我媽媽帶我按辛苦，我就盡量根本要去發展比以前還好。以前有那種做機房嘅時節啦，我5、6歲我有地啦，我嘅田有3田冇錢培養，我爸冇菜，對我咩欠到了親戚讓我停10天10落去，到有好休息那些冇標配，有到開水有太配去拍太下田啦，冇好休息，有好休息焗床也安床一田啊，焗床咩講床也安床哦，就安床一田。做機房冇好事啦，做機房吼，我嘅阿妹啊，青菜個，而家我妹忙啊，就輸嚟就我妹忙就輸嚟就，那就輸嚟啊，那佢落就輸嚟，將來去撒去湖畔嗰些，我哋做機房識茶識水，有冇講？